我成日咧俾我呢啲 case 嘅建議係乜嘢咧？漁翁撒網。嗰個漁翁撒網首先有個第一步嘅，第一步就係你要允許自己同唔同嘅異性可以打開話題，可以輕鬆咁溝通先。下一步你先至學習點樣展現你自己，展現你嘅魅力，亦都發掘對方值得欣賞嘅地方。咁嗰個相識就會發展到去，咦，有情感交流嘅階段。去到有情感交流嘅階段，下一步點咧？就係要勇敢去接受曖昧嘅發生。點解我要標籤勇敢呢兩個字咧？就係有陣時咧，我發現咧有啲母胎單身咧，唔係呢啲嘢冇發生過，係一發生嘅時候，死啦！我唔識要點樣處理啊，跟住就彈開。其實你要俾自己去 try 咯，即係你試咗落去，原來唔係你想象中咁恐怖。所有嘢其實都係可以慢慢去適應。多啲問你身邊有戀愛經驗嘅朋友啦，其實都有幫助。係啊係，可以咁講就係本來細個要學嘅嘢，你遲緩學咗啫，而且係喺你嘅包袱變得更加大嘅情況下學習啫。我係親密關係療癒師子瑜，歡迎你追蹤我哋嘅頻道。